让灵儿接受一些天地之气才是。皇后说的是，只是近日宫中犬妖横行，臣妾这心里啊，实在是有所忌惮。哼，这犬妖啊，还停不下来了。听说这几日好像又死了几个厨子。略有所闻，好像有几个下人已经遇害了。死几个下人倒是小事儿，我呀，老是觉得犬妖行踪不定，不知道他后面会害谁。听说这案子一直是天目童在负责，也不知道负责的怎么样了。别提那个天目童了，他仗着太后给他撑腰，屑于查案。如果我们不逼他一下，指望他破案，怕是遥遥无期呀。皇后，您的意思是？你与我一同去见太后，令天目童限期破案，如何？您的意思是让我去逼迫太后啊？哎，这哪是逼太后呢？是给天目童点压力。你也不想每天担惊受怕，不是？可是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肚中的孩儿想想。好吧，那臣妾就同皇后一起去见太后。臣妾参见太后。免了。谢太后。宁妃，近日身体如何？你出门行走，可得小心你的肚子。谢太后关心，臣妾小心着呢。你们来，不只是看看我吧？太后，最近这些时日，宫中犬妖出没，弄得大家都心惊肉跳的。是啊，太后，天目童说查案呢，也不知道查得怎么样了。昨晚呢，我听说后宫又出事了，再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？我这也催着呢，刚刚还问起他们情况来着。光催可不行啊，太后，总得给他们个时限，要不然他们一点动力都没有。宁妃啊，你说呢？皇后所言极是，这提心吊胆的日子总是越短越好的嘛。好，就按你们说的办，给他们个期限。谢太后。天目童，天目童，啊！天目童，天目童！哎，你别过来啊！千万别过来！小蘑菇，是你吗？是我，你快走吧！你师傅呢？我师傅不在，你快走，别过来！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师傅这要搞什么鬼啊？你偏要过来！哎呀！你干嘛呀？你吓死我了！千万别过来啊！你偏要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啊！你是找我吗？喂，你们搞什么鬼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出去透透气儿。好吧。哎，你想要对付犬妖的办法了吗？今天皇后又去太后那儿嚼舌根了，逼得太后给我们这个犬妖案的期限了。猜到了，几天时间？3天。又是3天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每次犬妖和幕后黑手，好像都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。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对策。那看来我们只能快点找到那个消失小太监了。我想突破口只有从他那儿有了。对了，我要闭关1天，你有任何消息可以跟我联系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师傅，
你是不是都知道了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那你不会怪我向你隐瞒了吧？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也会这样吧。那就好。但是你要替我保密啊，千万不能告诉陶公公说我暴露了，要不他又该骂我了。我刚从陶公公那儿回来。你去见陶公公？陶公公非但没有要责骂你，而且他现在还十分关心你的伤势。我已经答应了陶公公，等我的事情办完之后，就带你出宫。你总是这么下去，一定会出事的。那就好。师傅，你说那个犬妖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从这形态上来看，应该像是公的。那他们吃的就是母的，然后把公的给惹急了，公的来报仇来了。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哎，师傅，师傅我动不了啊，师傅。你见过天目童了？见过，他对3日破案期限有何反应？没有任何反应。不过他好像察觉到，他所有的行踪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他开始怀疑你了？现在应该还没有。我当他有多聪明呢？我们不妨就给他3天，3天之后，看看天目童怎么应付皇后那帮人。这弟兄们的烟酒钱我可以理解，这生理卫生费是个什么意思？他们找姑娘也要我出钱啊？这个，接着往下念。差旅费白银501两，还有……好了，这个账不用念了，我都清楚了，就2个字：花钱如流水啊！谁叫咱三爷人多势众，财大气粗呢？这个话我爱听。你呀，就剩下这张嘴了。三爷，咦？嘿嘿，有意思的东西来了。这蝴蝶有意思，三爷，你让天目童给咱弄点纸儿，以后兄弟们的烟酒钱可就省了。这个主意不错。要不我让他这纸人替你站站柜台？三爷高明，这样最好了。那我要你干什么用啊？哎，重口味呀！三爷，这上面写的啥呀？来，把纸上的东西准备一下。仙毛、阳起石、银阳货，这可都是催情的东西啊！三爷，他一个道士要这些东西干啥？你问我呀？接着往下看。哟，8青母狗尿一泡，这上哪儿弄去啊？要不我去找？嘿嘿，三爷，这哪里的话？那我去了哈。哎呀，于大人来了。不起来，不起来，坐。于大人您也坐。好。于大人，你看我这不方便，你还来看我，我没什么好招待你的，你。小小年纪就如此伶牙俐齿啊！你师傅呢？我师傅闭关着呢，
你要找他有事，我去叫他吧。啊，不必了。修道之人最忌讳在闭关的时候被人打扰了。哎，是，于大人懂得还真多，你真善解人意。你是怎么受的伤啊？哎呀，我这不是被犬妖咬了一下屁股吗？我也正是为此事而来。这犬妖案的调查进展如何呀？那个犬妖每次抓他的时候，都知道我师傅的行踪，不好找。太后那边就给3天期限，我师傅闭着关想办法呢。哼。等你师傅出关之后，你替我给他带句话，就说太后那边我来想办法对付，让他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就好。真的吗？行，那谢谢于大人了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有空再来看你。慢慢走啊，于大人。不急。对了，小蘑菇啊，这个玉饰是我求来的，能守正辟邪，送给你带在身上，再见了犬妖就不怕了。啊，于大人你真好，送我的。从来没有一个大官会送我东西，谢谢于大人。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心里便想着皇上，值得嘉奖啊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于大人慢走。